大家好，我係偉仔。上一條片同大家分享咗新嘅美容儀器 Booster Pro X2 Medicube， 除咗美容儀器之外，呢一兩年亦都推出咗非常之多以 PDRN 為主嘅美容產品。咁偉仔作為美容神同事，就自費入手咗佢哋最近唔同嘅精華系列，佢哋嘅質地、適合嘅天氣同人士等等各方面嘅資料，今日都會嚟個大比拼。開始之前，歡迎大家追蹤到頻道以示支持。事不宜遲 ，Let's go！ PDRN 係一種由三文魚提取出嚟嘅抗老修護成分，主要嘅功效係深層修復、促進膠原再生、深層保濕同抗炎舒緩。佢可以幫助皮膚細胞再生，所以喺醫美之後、曬傷、敏感等等唔同嘅皮膚狀態，都有顯著提升皮膚嘅彈性同埋皮膚穩定嘅狀況，令到有水光肌嘅效果。咁今日比拼嘅5款精華包括 PDRN One Day Serum、PDRN 嘅 Peptide Serum， 仲有最近3款新推出嘅 Bubble Serum、Jelly Mist Serum 同埋佢哋嘅 Light Peptide Serum。呢5款唔同嘅精華都有 PDRN 嘅成分，所以我個人認為佢哋嘅功效都係非常之類似。咁今日主要比拼嘅就係睇下佢哋唔同嘅精華嘅質地、泛油光嘅程度、適合嘅天氣同埋人士，同埋有整體嘅評分。第一款介紹嘅係佢哋嘅 Peptide Serum， 呢款精華大概推出咗9個月左右，佢嘅質地係比較濃稠，介乎於 cream 同埋啫喱之間，比較容易推開，大概1-2分鐘之後就會吸收晒。用完之後皮膚有少少泛油光，如果有啲中意水光肌有少少發光靚靚地嘅狀態，呢個咧就非常之完美。呢個精華相對滋潤，適合秋天、冬天或者係比較皮膚乾燥嘅人士。整體嚟講，我會俾佢4粒星。第二款介紹嘅係 Light Peptide Serum， 睇翻佢官方資料，係因為之前嗰代嘅 Peptide Serum 有啲朋友可能覺得立得滯，所以官方就推出咗一個輕型版。呢個精華係完全水狀，1分鐘左右度咧就已經可以完全吸收晒啦。由於普遍嘅精華都係啫喱或者 cream 狀，我啱啱一試呢個 Light Peptide Serum 嘅時候，我會覺得會唔會唔夠料呢？過咗一陣，我再檢查翻我皮膚嘅狀況，我發現到佢呢一個係完全冇油光，非常之清爽。我個人覺得呢個精華非常之適合夏天使用，同埋如果你係追求顏色皮膚，唔需要有少少皮膚令面水光肌嘅效果嘅話，呢個精華都非常之適合你。整體嚟講，我會俾4.5分。第三款介紹嘅係佢哋嘅 One Day Serum， 根據翻官方資料，佢建議大家進行皮膚導入，例如進行 MC Mode、Derma Shop Mode 或者 High Focus Shot 使用嘅時候，加埋佢哋嘅導入精華進行使用。睇翻佢哋嘅官方影片，都係將呢個 One Day Serum 植入佢哋嘅導入 gel 度。咁我個人覺得其實都係一個演示嘅效果，好似真係實質有個三文魚子喺你眼前咁樣。不過我就以一個正常普通精華咁樣去搽喺面度。每支精華嘅容量係5毫升，足夠係早晚去使用一次。呢個精華嘅質地係流質嘅啫喱，質地嘅濃稠度介乎啱啱介紹嘅 Peptide Serum 同埋 Light Peptide Serum 嘅中間，都係非常之易吸收，大概可能分2鐘咧都係吸收晒啦。吸收完之後，皮膚都有少少泛油光，所以如果追求水光肌或者係春天夏天想以一啲輕型少少嘅精華去進行保養嘅話，呢個都值推介。整體有4.5分。第4支介紹嘅係 Jelly Mist Serum， 使用之前需要熬勻，佢係一個噴霧嘅形式，質地極度輕盈，我諗大約1分鐘左右已經係完全吸收晒。我以前個人嚟講就非常之唔中意呢種噴霧式嘅精華，因為有時覺得太稀，皮膚未有好好吸收就已經蒸發晒，所以我一直都比較抗拒呢啲噴霧類嘅精華。不過出奇地，呢支精華噴咗上皮膚之後，皮膚吸收得非常之快，但係同時亦都好水潤，唔會有泛起油光嘅情況。我個人嚟講非常之中意。如果你同偉仔我一樣都係油性暗瘡皮膚，或者都好想夏天以一種清爽得嚟同時滋潤嘅精華嘅話，呢一款都非常之適合你。整體嚟講，呢個精華我會俾5分。第5款介紹嘅係 Collagen Bubble Serum。我見到呢支精華嘅時候，我就覺得好得意，因為普遍嘅精華都以水狀、啫喱狀或者 cream 狀嘅形態去出現。咁但係呢一支咧，好似啲洗面泡泡咁樣。當你使用嘅時候，佢嘅質地係完全係潔面泡泡嘅狀態。咁我以為係非常之清爽啦。大概1-2分鐘搽勻之後，驚訝地發現呢一支精華竟然係比佢想象中更加滋潤。佢用完之後，皮膚有少少泛起油光，但係唔算好立。我個人覺得，如果你係追求用完之後面上有少少油光，有種光澤感嘅話，同埋春夏天用完之後都唔會太立嘅話，呢個精華都非常之適合。整體嚟講，我會俾佢4.5星。同場加映我就額外自費入手埋呢個 Peptide Eye Cream， 咁佢質地係非常之 cream 狀。呢個精華以泵頭形式，泵少少咧就已經足夠搽上眼度噶啦。呢個 Eye Cream 質地係 cream 狀，所以我個人覺得，如果係你春夏天使用，就搽少少已經足夠啦。不過如果夏天朝頭早用就有少少粒，可能夜晚用翻就會比較好。整體嚟講，我會俾4粒星。咁或者我自己就非常之中意呢支 Peptide Serum， 因為我覺得夠滋潤，非常之適合英國嘅天氣。咁我今次進行選購嘅時候，我見到佢哋嘅官網出咗一個 Peptide Serum Mask， 所以我就自己入手埋。
因為佢就話每一塊面膜係有晒成支咁多嘅精華，所以我就同步入手買啦。而呢個面膜使用嘅時候，佢裡面嘅精華同我自己嘅預期有少少落差，因為我都以為係同 Peptide Serum 一樣，都係一種唔透明嘅粉紅色。面膜裡面精華嘅質地類似 Peptide Serum 同埋 Light Peptide Serum 嘅中間。用嘅時候我都配搭埋 Booster Pro X2 嘅面膜 mask 模式，出嚟嘅效果皮膚都非常之水潤。有興趣嘅話可以睇返上一條實測嘅影片。整體嚟講，呢個面膜我俾佢4.5星。如果以唔同範疇去排名嘅話，光澤方面最有光澤嘅係呢支 Peptide Serum， 跟住就到呢支 Bubble， 再跟住就呢一支，第4名嘅就 PDRN 精華，第5名嘅就呢一支 Light Serum。如果以春夏天清爽為主嘅話，第1名推介呢支 Jelly Mist Serum。呢支 Peptide Serum 就喺5款精華裡面嘅滋潤程度係最高。春夏天嘅話，你可以夜晚用呢一支精華進行皮膚修復。日頭咧就用呢一款，因為佢係一支獨立包裝，所以如果你係去旅行，亦都想繼續保養嘅話，呢一個咧就非常之方便，用幾多搣幾多。咁由於香港春夏天係比較黐笠笠，我個人覺得係追求一啲清爽少少嘅精華會比較好。呢兩支我個人覺得就非常之適合香港嘅春夏天。至於夜晚嘅修復就用呢兩支。影國方面，即使到4、5月可能都仲係10幾度，天氣仍然會比較乾。即使呢一支做朝頭早嘅精華，我覺得亦都非常之適合。夜晚嘅可以繼續用呢一支去修復，比較滋潤。如果你用精華嘅時候唔係單獨使用，而係配搭埋導入儀器，由於用導入儀器嘅時候普遍都係夜晚瞓覺之前，咁我自己個人建議都係用啲比較滋潤啲嘅精華。我就建議你用呢兩支進行夜晚嘅導入。我個人導入嘅時候就中意將精華滴喺導頭上面，再喺細區域咁樣進行導入。乾咗之後就將1、2滴嘅精華滴喺導頭，進行第2個區域嘅導入，咁就可以避免咗成面搽完精華，你碌完第1區、第2區已經乾晒，再補精華，導致到你皮膚吸收過多而導致生粒粒嘅情況出現。今集嘅分享就差唔多啦，唔知大家有冇用過之前所講嘅任何精華呢？歡迎喺下面留言。最後歡迎大家追蹤呢個頻道以示支持。下次再見，拜拜。